Если ж не взаду даже шорохи, звезды замерут до утра.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,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ье вечера.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,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ье вечера.太年唱慢用，那是乜人啊？林老爷，也是鼻子同乡桃园嘅史书先生杨富春。小民杨富春拜见太年，有乜嘅事啊？小民恳求太年调解诊断，主持公道。乜嘅诊断？并太年沿海桃园县翻成两家，为了水源土地，给了3-4元素，等奏不同。先生嘅意思係，敦請太年出面，太年的個夢衝，聽能化解疏欠，本兩家言歸以後。太年總愛翻成兩家惡數年過，並能強強比同，利益百姓，請太年伸出。此時太年只有聽脫，先轉啦。小民告退。人無遠慮，必有群友。太年嘅意思係，台灣古縣海外歷史不彰，尤其民風剽悍，態勢思辨不斷。是呀，唔認為安樣嘅做，方能長治久安。鼻子明白。冇銀炮，成日困啊！對嘛啊？等要吃過落去冇？風菜啦！楊妹，楊先生見睇功夫，連演偶呀都出名嘅。記得發喺糖嘅得啦，個就是做曬得啦。假使記得真點我嚟功夫，就這麼討厭水，就這麼討厭風人家。人聽說係有年所使弄肥，你講看唔出？唔是講安頭，那單車第一隻頭離天天啦，你佛壇全係假啦。假使講我多了邊，好啊，神法下意。
全部指示性，快啊！这来。你莫伤欢喜，就算讲你手着水源，迄嘛无路用。我就查你，每20年就家暴恁某，我就查你的子孙，我现在拢无法度安宁。发破关走，出事业！你的家人呢？小姐，你的家人呢？那有没有什么亲戚？没有啦。小姐，请你配合一下好吗？问你妈了，你小姐，小姐，有什么亲戚吗？好像有一个舅舅，叫什么住哪？写下。组长，你看一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你这边签个名。你老实说，偷来的钱藏在哪里？如果有钱，我早把海菜还清了。就算赚不到，我朋友可以借啊，干嘛偷呢？真的吗？真的啊，奇怪。如果钱是我偷的，他们都卡债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不对啊，你讲的话有问题。照你讲的话，假设有钱是 A， 还清卡债是 B， 偷钱是 C。那这样子 ，A 及 B， 非 A 及 C 及 B， 因为非 B， 所以非 C。如果把非 C 假设为非 C 的话，非 C
就是 C， 把 C 带入非 A 即 B。你有环境卡在吗？没有，所以 B close， 还有 C G B， 非 A 就是 A。你有钱吗？没有哎。所以 A close C D B， 我们再分成非 C G B。钱有没有被偷啊？有哎，所以非 C close。结论就是invalid， 无效。用白话来讲的就是，你他妈你根本在说谎。最好老实点，被我查不出来。不错嘛，喝这么醉，逻辑分析还这么清楚。先坐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随身行李也要过，谢谢。小姐，你行李麻烦过一下 X 光机。随身行李也要哦，谢谢。先生，不好意思哦，婴儿车也要过 X 光机。啊，婴儿车也要？好。不太会收，新买的。对啊，新的还不熟。可是看起来是旧的啊。这是朋友送的啦，二手的，还不会用。哦。小孩喝什么奶粉呢？他喝雅培。那怎么没有看到奶瓶呢？我刚刚不小心打破了。请问这是什么？这个。断了啦！不要动！我中了！不要动，不会痛！放开
他的婴儿车钢管里面藏了5公斤的安慰他命，上头说的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你。只是那个家伙很不爽，会要告你执法过当。光是这2个礼拜，你的旅客申诉就有3、4件多。如果你愿意，干了，不让你为难，我有自己的生涯规划。谢谢这几年长官的照顾。老板，就跟他讲要打烊。好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打烊了哦。拿酒来。小姐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们真的打烊了耶。我还要喝。哎，小姐，不要碰我！干什么啊你？我最讨厌你们这种。赶快打电话报警！小姐，不要打了。你到底酒醒了没？你刚刚说的舅舅上个礼拜过世了，你还有别的亲戚吗？如果没有亲戚，朋友也可以。因为唔好因为阿明过身就唔联络，有事情随时来比同请马球。
请问一下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来住宿的是吗？有订房间了没有？不是啊，我不是游客，我是来看看我舅舅的。哦，你舅舅啊？你舅舅是谁啊？我舅舅叫邱天颂，是这里老板，我是他外甥女，叫杜明飞。明飞啊！哇，安太像你唔到嘅呢，能记得系无？咁样事哦，嗱细细嘅事情啊，接接拿唔拿？老人叫你台北嘅事情啊，记得无？係死啦，我唔記得咧，我想記得哪條？冇相干啦，冇相干啦。阿講到野橋嗬，阿送200幾嗬。啱啲啦，我嚟看有冇嘅愛天書嘅冇？攞嚟坐啊！我企到你位置嘛，嚟，點樣坐？點樣坐？嚟。什麼？來，你來。我係野球嘅老員工啦，我天氣天得幾下失眠呢。那有時哦，我接天氣去台北，沒事看過你啊，你唔認識我了？真嘅唔記得。我想講啦，跟人講嘅啊，唔太是八變嘅，嗰啲下啲地方讀到我，我真嘅唔認識。阿妹嗰陣曉，我出冇來請過阿橋咧。該是我要緊，按多年前的事情。唉，我同你講，樣嘅啊，阿本來阿橋啊，最喺度嚟數。我沒想象，按翻的位數，按我喊係咩結果？喊佢咩大爽啊！我說出來變做很明顯，開條嘅時間成日很懵懵。阿寶妹啊，你啲見氣唔好呀嘛該，啊，大家唔啱嘅事情，跟然後就見嚟見去。跟住地下橋喺度那位，因為按當年全部做嚟看見。上班請無限，呢頭就按當年啦。係啦，轉嚟就好，轉嚟就好啦。啊，當時爸爸店做乜緊咯？啊，變好來，我帶你師兄去看看啦。認識的就爽嘢，啊！家下邊讀書嘅位數啊，啊就會教育店啦，啊就本人客食飯啊、行企啊、打齋鼓啊，了嘅位數。家下人係喺度，就個後背落啊，嗰邊上嚇，就等於喺嘅位數。嚇，啊啲筆筒啊，在日本人來以前啊。都已經有嘅啦，嗰兩時啊，味道誒燉水飲甜，嗰時一腳頭一分幾哦，慢慢嚟啊改出來喲。嗰兩時啊邊啊，全部係當到嘅 Q 屋嚟啊，係啊，做乜咁講呢啲啊？玩鬼哦，玩鬼出咯。錯啦，阿雄吧，有件事情。我想請教一下，乜嘅事情講？阿 Q 兩個司機，佢就心臟病咩？心臟病？係啦，啊平常哦，係有食藥嘅控制得啦，啊今日就好點點啊病徛起來，啊啥吃唔到藥嘅啦，啊送到病院去嘅時間哦，啊都付唔出嚟啊。平常有時藥嘅控制，你唔可以一下就冇藥咧。好啦，咪講嘅啊，迄個3萬下限制你嘅藥嘅啊，啊平常好好啊，就冇注意到個藥嘅病咧，啊今日就偏徛起嘅時間，
也煞是唔到约的。不怪来唔好，平常迄较虔诚着，较注意着着的，就唔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呀。两位哦，这来着要做下啦，唔要当法，唔过哦，我个都有10米哦，唔看看啦。又往落来咯。哦，那高毛嘛吼，最近无变数呀嘛该啦。这个报警，这个救护车出事命啦！这个多啦，真的，这个报警啦，这个救护车出事命啦！我想帮帮警长，又唔系真嘅。我咁樣真嘅咧，你見到出件咩個倒去插你冇講到啊！我冇嘛，乜嘅好夠唔夠你嘅啊！等我變過，我等一條轉咗兩個啊！冇見，眼咩變鬼，也係哦做研究。研究人頭哪啦？你講你話好研究的啦？唔係好推理小說嘅刑案現場咯。嘅唔講看啊，用板看得出係假的啊。一般人都會本面條錢嘅情形合到，稍無去注意到簡單嘅事實。照你嘅布置來講，現場動亂，同像發生過打鬥。不，對天來空嘅東西來看，全做係唔會爛嘅東西。會爛嘅盤呢，比嘅實一集都冇看到。錯好。哎，上大時間盲人地位打哪個總是啊？佢眼就多冇去打到盤嘅比嘅，你就中的嘿。還有唔嘅書，一般來講，書都會本人特別曉背，喺無所謂就會一下本牙齒咬開。像唔嘅書特別條錢，唔係向書聽講，就係唔吃頭吃眼。哎呦，你摸摸的哦，有長途哦。長途，拜託，一部喺推理小說都攞出事嚟，連王愛都看得出來。王愛，悲愴山莊殺人事件有看過冇？有誒，佢寫得咁好，很好看，很好看誒。結構從3秒鐘開始。竟然冇認真看，唔合認真就會做聲啦，你冇就叫人嘢急啦。你哋啊，還記起啲啊打工嘅工讀生啦，當你上節目。我陽光玲嗬，我係阿鳳誒 ，nice to meet you。我嘛。大家陣講一聽啦，係講啊，兩黨原來民宿嘅生意又冇堅持，故所除咗阿鳳以外，其他員工啊，全部就幫佢辭退。我人講哦，我一三年做3用，懂未？點啦！我哋兩博嘅啊，要記嘅啊，係較長期嘅人客，要較無限多，唔過無限多當爽快。有錢賺當然咪爽快。點啦！哦，這個。阿 Q 係我唯一嘅親戚，總言嘅事，我一定會盡量聽數嘅。啊，竟然做乜嘅啊？開關，唔過一下冇做咧，閒閒冇事啦。啊，閒冇事，你就喺哪度啊？一閒嘅你閒東東呢？係啊，晏晝老啲啊，
准做一家木卡，迄头来，好无？好。你看起来当忝呢。那你冇爽快哦？冇事啊，冇问题。来看好啦，生气可以哈。迄羽毛出去哦，咱像阿房诶，也请还没做对啦，我带你，好。什么？也两件啊，都喺警房啦，一点心啊。注意下嘅，唔使啦，歇困一下，暗晡啊攞幾條，中午食飯，好。那總上係呀，福建啊，有件咩運到用床強嘅，當日咧責成安保啊，準時就會考中嘅啦。好啦，你坐在歇困啦，要說什麼？困哈？所以唔聽，出來行行啊？哦。哦，聽阿橋講啊，頭擺狀元，人客幾多幾鬧熱咯。本來吼無數事嘅人客都會聊窮下，大家都會變做好朋友哦。唔像一下吼。唔來得講幾叫你？
2年人啊，讲打工迄好赚啦，就根本就会做充公嘛，嘛个事情都会做呢，钱又过少。那看青罗线啊？嘿啦，讲实在的哦，硬求老阿上吧，对我真认同好呢，本爱说又本爱黑出呀。虽然讲吼，总也无存乜几钱，不过佢哋眼记都唔识欠过哦。总演个相片手按到。无啊。还有一本相簿诶，我拿给你看哈。哎呦，你看。大家，比啥？客家炒肉，客家小炒。哎呀，讲呀，天要甲伊盘啊，鸡肉都盘。好，没问题。哦，大家按翻译哦，难得按翻译啊！亲娘娘、亲娘孙，今日你阿团哦，所爱嘅爱吃。哦，这个好听。好啊，天中要嘅吼，俺老大家手机一啲新嘅银行啦，叫做土民肥。啊，个诗人哦，土夫的土，明辨是非个明非啦，土民肥，大家掌声欢迎佢。我让小姐一下记得哈，也个按照王贵发，佢系退休个公务人员啦。哦，俩下吼，2个18趴，万奈去云游四海，哦，你哋过到乐仙呢？因为系。阿松爸，俺去打工，我叫小范，也可以叫我番妹。28岁，天秤座，满个坟，未婚。我做房屋中介的，来这里闭关读书，准备考经理人执照。你要不要顺便把族谱也送人家啊？看到美女就发情，就像那个什么猪狗啊。哎，讲什么？猪狗什么？好，过来。你两个开玩笑归开玩笑，不要翻脸了啊！那个是沈春兰，是旅游的专栏作家，来两位哦，一方面熟悉，一方面整理，准备出书啦。作家也可以这么年轻漂亮啊！被他的外表给骗了，他都可以当你阿妹了。阿妹，所以好快你会死啊？好了，放弃。也该有很多励志人啦。我看佢还有木姑唔讲话哦，伊个科技新贵呢，也还当啲个料理，还当流行的无形价了无钱的啦。伊个生态个营养师啊，唔係專業的，迄個種高神師的啦哈。你好，很高興認識你。你好。对了，阿祥伯，我聽小芳說這裡一共有5個房客，還有一個還沒來啊。哦，唔講緊啥嘢啦，係啊。今日哦，都是會補漏啦，因為都啱冇做到檢房度，唔可以搞背了。講起碼個銀行嘅員工哦，我都錯放啦。你小啊乖乖，冇問題哦，記落呢一種啊。好啦，冇你講嘢拜拜啦，來，吹冷氣咧，上班。阿媽喂，阿媽，來，跳去啦，走。還有酒哦，你留睡就阿雄吧。
目呛哈。来，让我来，比咋。有喏，无事啊，应该迄啉太多咧。野球啊，头摆要当好事酒，不过啊，酒量无坚气，逐摆啉酒醉哦，就做了要呕啦。阿雄爸，我总知道，我迄场来个也个总演，咁要确定？我们无确定，因为我对也无嘛个印象，连迄种相片也无翕过。哎啦，咁我啲也会就30人嘅，你要来讲我听说我有印象嘅。我看过你咯，喺特别听野球去台北嘅时间，我怎有看过你呢？也系讲，啊啲桃园像啱嘅比堂啊，万哪都有啊，係唔係記唔上位數嘅啊？有可能啊。好啦，啊不管有來過冇來過，也會照樣有個卡。我老野球像前雄一樣嘅，自己有卡嘢，照樣硬嘅冇卡嘢啊！只識啦，阿雄吧。你都夾緊我啊！3,200啊！來啦！好，艾迪，你放心，没问题。生意做很大哦。开玩笑，我这里都是上千万的生意耶。我打牌等你1万，等800年了，1000万生意，你不是这个料，快点啦！快点啊！他不给你啊？给你。真的吗？就不客气了。喂，你们两个，这哪叫打牌啊？没关系，不要理他，继续打。有没有看到别？喂，妈，想財啊嘛？想財啊？喂，大行也見不空，頭腦又講點吧？當上老人家樣啊？人家？我同我哋講返銀行嘅事情啊。配啥事情？大彼岸不做吗？你手机再不关就不理你，我跟你讲。子琳啊，你还是处人对不对？
不好意思，糊了。真的耶，你糊了耶？跳，两个搞什么啊？这种牌一点都某一某失啊！毛被告哎，不玩了。脾气。玩够了。快笑。走吧，不然你来。哦，教练高啊！哇，都叫我爆牌，唱太假，输下留情咯。哎呦，咁樣，冇記哦。阿妹，阿妹，哎呦，天哪，好恶作！还有非遮嘞，搞什么啊？这小子脏死了！乜嘅事啊？有看到花妹冇？冇。阿雄爸，我有乜嘅事情冇哈？花妹啊？哦，你终于来位了。啊？哦，这家生意了嘿。几嘞？伊讲伊是毋是唔好出去行行啊啦？较暗就要转来啦。兄爸，阿妹唔喺來賓館偷食咧咩？看起來見到唔錯啊！有個問題，芳啊，唔要落去說下。我哪有啊？我是好聽佢講少聽，我連佢哪樣都唔對。不然你做乜學啊？日本來啲開館，唔過有冇做咧？海關呢？多少人想捧那个金饭碗啊？你倒是不在乎啊？哪个想啊？哦，嗰係阿茶樹尾啦，喺度有副橋呢。唉，你嘅當菜嗰個老阿婆。侬冇安尼講。咁你就係
食妹啊，这个笔筒顺啊唔见得去，浸10公年了，多见系见啲个浸。哎呀，差不多都点体伊诶。呀，一天老笔筒去煮煮有关系。嘛个煮煮？就是6半年前，伫遐个笔筒附近发生个凶刺事件。凶刺案件？冇错，竟然哦，都是木竹和白到金金的，主要个笔筒，你一甲子按定强的事情，对天我来过一摆。我哋个凊彩讲啦，搿种传说咯，根本就无关系。俺哪有凊彩讲啊？60年前啊，就有发生过灭门血案，佮几万人哦，刺杀你，全都冇的呢。灭门血案哦，还发生过啦，还是暗度好贴，我丢来丢去，编故事行业啊。哎，俺讲对正经的好无，哪有变化都市啦？这皮糖啊，不仅仅有血案，还闹鬼。闹鬼？阿健，无伫案都较好呢。闹鬼？阿健，无伫案都较好呢。好啦，凤啊，今晚该坐前山，今日吃点心无？俺做你门口去啊。以后个？你就讲。我不饿。我不饿。一样的。一两，一层一层给它，手来手去，就算有就好。你放心，只要钱准时进来，一切不会有问题。好。喂，
哎，歹势，唔爱要调这个图的啦，哎呀，我买一点的时间，唔爱点嘅嘅，拜托，注明白，好，我经验就好诶，哎呀，拜托哈。800年前的元首，就为了现在也亡。这一个的历史，又会来过了。有咗地方，唔參寫，有嘅人都有問題。就是这一件。我已经开始搜证了，结束之前不准任何人进来。好。
做把戏都某事啊，某被告不完了。哎，你叫我？你发现尸体的时候，附近一个人都没有吗？报警是我报的，可是发现尸体的是阿茶淑梅，你应该去问她。我有看过你吗？我问你，庄园人那么多，为什么只有你发现尸体在这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是听见阿茶淑梅的铃声变得很急促，感觉不太对劲，所以我赶过来看。阿峰啊，出人命了，你莫听个闹了，过来。啊，无闹，我看清楚在位啦。看也出来了，你莫有看，过来。请问一下，庄园的负责人是谁？阿雄宝啊。不是阿雄宝啦，阿雄宝只是管理。现在真正的负责人应该是法定继承人，是他啦。现在真正的负责人应该是法定继承人，是他啦。好像真的是这样哎。我是舅舅唯一的亲人。长官，有个房客坚持不肯喝酒，还不肯开门，还要我们拿搜索令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请你们到交易厅集合，我们要统一做笔录。免费啊！弄离了，警察还要免花呢。本来枪上看看来手走，根本无想过我基层一个提防。也像人讲的，世事难料啦。车前三未晓，车过线。好啦好啦，唔会啦，当然啦，无来迄天见切到推慢的啊。好啦好啦，歹势哈，顺风哈。我安尼推放下去，演你就无影效了。哎，嘛都免赢啊。哎呦，毋迄人啊，意思讲，佮总也案发，就唔记啥呢，你懂个啦？唔跟你讲，莫伫案头较好，敢袂讲呀？无啦无啦，来凊彩讲诶，毋是上案头。哎呦，你想要伫案前，摸哪就好啊。摸哪？好啊。
嘛嘅讲来谈看啊，名侦探阿婆。俺讲不唔通啊！个凶手係對我搬入來嘅，得比糖順，然後翻面刺的，樣照出去嘅啦，嘿嘿嘿！哎呦，个这个保持点个偷买银票啊！哎呦，總統啊，挨哈名偵探瘋咧！哎，那保持是有等的，他讲20堂，你敢讲？俺不就按你想的啦？这条记者吼，我最清楚啦。保持讲诶，无欣堂的，我伫案情哦，要考一下。乜个意思啊？按条毋要同情做过笔录咩？那了条笔录吼，全部丢掉去了，比保持还要清楚。哦，你懂聰明呢？該我先講，一開始我聽到個帶頭的警察，本來挖到佢當局勢，哎呀，冇想到佢應應整呢。局長，凶刀可能就丟在皮塘裡。立刻派人下去打撈。真的嗎？這皮塘這麼大哎。所以呢？所以就不用找了嗎？是，我馬上找人去處理。小旭，对面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那個是栗子林的生態攝影機啦。生态摄影是我的兴趣，除了影像之外，平面的也有。他们从上个月开始就陆陆续续住进来的时间记录都在这里啊！你看，记忆卡要记得还给我。你就住在小贩隔壁，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状况？我们到他房间，看到他人不在，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，他说他在附近，等一下就回来。异常的地方，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呢？大概凌晨1点钟的时候，他房间有洗澡的声音，因为我们隔音很差，所以都听得很清楚。然后呢？继续说。后来我就回房间啦，一直到早上被吵醒，我都没有出来过。你记得他的手机？没有啦，我是习惯把客人的电话记在手机里面。你跟小贩很熟吗？应该是吧。我跟他们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熟。我跟他平常很少讲话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就是昨天晚上打牌，玩一玩他就说他不玩，回房间。大概11点的时候，我们有听到他房间有摔东西的声音，有2次哦。我们赶过去看，他就不见了。事情台地区长嘅條件講嘅，從個安部12點眠嘅，把老平常中央，啊就巡邏裝嘢嘅內內外外，也冇發現乜個唔參些猥瑣。現在門還沒差唔多，外地嘅。免老女強用啊！伊個房間都冇過出來過嘅。出來，阿公，繼續乖乖去廚房咧。吼，講到個廚房，佢真經當足傷呢。還是不開嗎？說什麼就是不開。陶先生，我再說最後一次，你再不開門的話，我就用備用鑰匙了。
等一下，学长，真的要等他自己开门吗？皮塘属于公共区域，命案是在皮塘发生的，这边是私人区域，我们没有权利随便乱搜索。那怎么办？按照规矩来，先向法院申请搜索令。退后。有什么话，这里说就好了吧？这里发生命案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。不用问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里发生命案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。不用问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现在蛮打扰的。这个监视器是好的吗？是好的啊，主机在机房里，不过钥匙只有阿祥伯才有。超好，哪样我冇想到，要比有监视器哈。头摆啊，马街报上面无，报米啊，本册的头以后，了伊多钱啊？咱看来我了就监视器啊，你还 Q 的啊，唔用的啊。20冇可能毛毛咧，虽然迄无拍的，不过功能哦，马家全部都有咧。哎呦，啊上头用得就用啦。你有比目前关系嘅？点点啦。要唔迄充电迄有翕到物件无？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有机房的钥匙？没有没有，只有我有啊。你看，庄园的保险箱也放在这里，所以啊，钥匙都是我保管，别人没有。我们开始吧。警官，庄园内共有8只监视器，住房区除了走廊两端各有1只之外，窗户外的花圃也有。如果有人出入，应该都可以照到嘞。停。11点12分，小范回到他的房间。哦，那时候他刚下牌桌。停。才3分钟，他要跑出来。11点15分，小胖出了房间了。以后，迄啲后门出去了，鼓手太监冇看到。到现在为止，都跟大家说的差不多。那是我啦，我每天晚上哦都会巡逻这个庄园，时间都差不多。停。1点10分，小范又回到了房间。
嘿，凌晨1点40分，小范要离开房间出去嘞。学长，一直到早上拍到杜明飞出门，小范都没再回来过。这个画面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奇怪嘞。学长，看起来是被人从后方用利刃剪断电线的。嘿，又爱用了。那还是凶，听错，是向叔母的啦。该警察的呀，那个监视器的画面啊，卡比在去。看看啦，我有把新的发现无？哎呦，不是发现嘛个，是就懂明显啊。哪个是？他甲讲嘅挨来做结论，事实上面嘅凶手一定系对我背来嘅，那个凶手早就认识方面。钱呢？什么钱？听不懂说好2000万呢？2000万！他妈的，干什么啊？该反的老太甲报警，也忙调查清楚。唔凭嘛讲，甲凶手向我背来呢？是讲，也了银行，迄来到也有迄张属实的，大家无言无诉，也无乜个利害关系，让我有一次的老师啊。有啥怪怪的？人家就冇发现呢。错放哈，错嘛？唔系，迄盛存兰。盛存兰。电枪机有分警察调专门门吧。嘿哦，那天马眼放屁。我盛存兰，我被警察抢走门吧。佢生存啦，我有买盐放嘅地方。我有乜片啊？姨媽當我退片咩？冇先生眼用睇我啦。阿祥伯说，他每天会推着独轮车来到皮塘边清理水草还有垃圾。你笔录都做完了？差不多。不过我还是想要问你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吗？我一定有见过你，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那天在局里，你吐得我整身都是。对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就你嘛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的命题推论是对的，喝这么醉，逻辑分析还可以这么清楚。如果没有喝醉的话，你一定很不简单。你到底是哪里的警察啊？我去基隆市办事情，我是这里的警察，这里也是我的管区，以后要请你多多配合。该说的我都说了。你说昨天晚上听到走廊有吵杂的声音，打开门却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对啊，没错。可是其他房客说，昨天晚上都很安静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刘哥，发霉嘅事情啊，你知道没吧？也知道，也还看到嘅
爱做证据，迄又较勉强。哪个意思？就太家嘅不猜从证明来讲，像系监视器证明太家无离开过监房，这种消极性的证据，其实有重大问题。照你嘅意思来讲，你全都无嘛个不猜从证明了。还有，唔讲监视器画面反面转到监督，出出入入动倒摆，一点也真奇怪。加上半夜去吵思想，警察们问我的啊，嘛你都无谈到。你啊，今日老阿房，喺到个员工嘅宿舍，个黑房度啊，喺要把个上手，我挨到咩谈唔到啊？其实我们无确定，无听错，想给人帮忙啊。哥，干嘛啊？哦，说我坏话啊？冇啦冇啦，挨到啲人讨论嘅凶杀案嘅案情啊。关于这个凶杀案啊，劝大家还是不要陷入太深，免得惹祸上身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庄园不仅仅有诅咒，还闹鬼。咩来咩去，唔得穷过来啊！错峰一阵，讲好唐恩元同嘅员工，其实救你了！救你了！你干脆帮我们组一个专案小组。好啊，就怕你不敢。喂，小范，不是我杀的。沿途梦醒看见航太路，头摆梦醒感应新游戏，沿途梦醒感应新人心。梦醒来了，梦醒来了，头牌梦醒991没3年，沿台梦醒咿咿呀呀，自在面。你有看到画面冇？冇。
阿雄爸，不有嘛个事情无哈？发妹啊，哦，你这里那边的，啊？哦，这家搞生意的诶。记咧。伊讲伊是毋是毋好找伊行行啊啦，较暗地要转的啦。好啊，就怕你不敢。长官，小范不是我杀的。沿途梦醒牵引，航太路，跳摆梦醒感应，新游戏。沿途梦醒高音，是人心。梦醒来了，梦醒来了，跳摆梦醒991没3年。沿途夢醒咿咿呀呀，自在面。夢醒牽引，还有阿峰吧？他人已经不见了，我已经好几天没看他人。沿途夢醒牽引。航太路，跳摆梦醒感应，新游戏。沿途夢醒高音，是人心。夢醒來了。跳擺夢醒991沒3年。沿途夢醒咿咿呀呀，自在面。跳擺夢醒跳粉紅煙，老快煙。